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“虾久袂润直扫”。这句俗语是在形容人对某物代志无法度吞忍，一定爱甲讲出来才会快活。就亲像有虾久的人同款，若想要扫，是袂堪得忍的。可比讲，有一寡媒体也是公众人物，靠说因传达信息的能力比一般人较好，就利用因的优势，讲个五四三抹黑人的言论，互真侪人记载袂牢，一个一个跳出来甲伊理论。虾久哪会润直扫？毋是事实，煞杀出来黑白讲，迄是一定爱反驳的啦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